现在，请你闭上眼睛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只要3秒钟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轻微摇晃？这种摇晃你一定不陌生。走上公车阶梯的时候，踏进捷运车厢的瞬间，甚至只是在家里爬个楼梯，脚底突然一软，心脏瞬间悬空，你以为是腿没力气，所以拼命练腿力，做深蹲、爬楼梯，但为什么还是会摇？因为问题不在腿本身，而是你的核心跟腿之间的连结正在睡着。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。如果不看，光是一个小小的失足，在家门口的阶梯上，就可能让你的髋骨承受今年最大的风险。今天我要分享给你3个动作，全部都是做主做的，非常安全。你可以在李明活动中心做，也可以在家里做。关键不是你的腿有多强壮，而是你的大脑跟腿之间的那条神经通道有没有被重新启动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追踪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们的核心就像中央系统的调度中心，腿就像在国道跟交流道上跑的车子。如果中央调度塞车了，你的平衡就会乱。想象一下，从你的肋骨到你的髋关节，有一张像蜘蛛网一样的稳定。当这张网编织得紧密，你走路、转身都会很稳。但如果这张网松了、断了，你一转身，腿跟不上，就会摇晃。为什么年纪大的人特别容易在转身的时候失去平衡？因为身体转了，腿没跟上，两边不同步。接下来我要教你的3个动作，就是用来编织这一张网的。第一个动作，唤醒大腿的支柱；第2个动作，连结核心跟腿的斜向稳定；第3个动作，训练单脚的时站反应。记住，我们不需要做很大的动作，只需要慢而且有控制，这才是关键。第一个动作叫做坐姿膝伸直，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唤醒你膝盖的支柱，重新建立大脑到肌肉的传导通道，而且在非常安全的坐姿下进行。首先，准备工作很重要，你需要一张稳固的椅子，不能有轮子，旁边最好有桌子或流理台可以扶，脚掌要完整踩在地上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。做好之后，抬头挺胸，肩膀放松，小腹微微收紧，这是你的起始姿势。接下来慢慢吐气，同时把一只脚的膝盖伸直，脚尖朝上，大腿前侧用力绷紧，不要用踢的，要用控制的。伸直之后，停住1秒钟，然后慢慢的把脚放下来，换另一只脚，重复一样的动作。你应该要感觉到大腿前侧慢慢发热，但不是酸痛到不行。如果你觉得膝盖不舒服，就不要伸得太直，稍微弯一点没关系。重点不是抬多高，而是你有没有绷紧大腿，有没有控制下放的速度。为什么这个动作有效？因为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是支撑膝盖的主要支柱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动作在安全的环境里重新训练你的大脑怎么命令大腿肌肉工作，这是为后面更难的动作做准备。很多人常犯的错误：第一，做太快，像在抖腿；第2，膝盖锁得太死，关节会不舒服；第3，憋气，忘记呼吸。正确的节奏是3秒钟伸直，停1秒，3秒钟放下。我建议你每次做8到12下，做2到3组，
组跟组之间休息30秒。最关键的地方是慢慢放下。这个动作是在教你的大脑怎么刹车，怎么控制肌肉放松的速度，这就是稳定性的来源。记住自己个口诀，椅子要稳，不要用踢的，慢慢伸直，慢慢放下。如果酸痛异常，就停下来。你可以在家做，可以在李明中心做，也可以早上买菜回来之后坐在客厅做，每天只要5分钟，你就再重新唤醒你的平衡系统。第二个动作叫做坐姿对角核心转体，这个动作是要训练你在日常走路时身体转动跟腿部的连结，让你的核心跟腿之间形成一张稳定的网。首先坐在椅子上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脚掌完整踩在地上，像是锚一样固定住。双手可以轻轻放在肩膀上，或者放在后脑勺，手肘打开，胸口挺起来。准备好之后，吐气，慢慢把右边的手肘往左边的膝盖方向转，不需要碰到膝盖，只要朝那个方向转就好。停住1秒钟。然后慢慢转回来，换边，左手肘往右膝盖一样停1秒，慢慢回来。记住，不要用甩的，不要用惯性，每一次转动都要慢，要有控制。你的脚掌始终不能离开地面，这是稳定的基础。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重要？因为我们走路的时候，身体一定会有轻微的旋转，来平衡左右脚的步伐。如果你的核心跟腿之间没有连结，转身的时候就会不稳。这个动作就像在你的肋骨跟髋部之间编织一条紧实的束带，把你的上半身跟下半身绑在一起。就像我常跟病人说的，核心稳定就像把身体织成一张网，帮你在国道上转弯不打滑。很多人常犯的错误，第一，脚跟离地，这样就失去稳定的基础了。第二，脖子往前伸，造成颈椎压力。第三，手肘往内夹太深，拉扯到肩膀。第四，憋气，忘记呼吸。正确的做法是，转的时候吐气，回来的时候吸气。脚掌像钉子一样固定住，转动的动力来自腰部，不是肩膀。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幅度小一点没关系，重点不是转得多大，而是你有没有稳稳地转。等你做得稳了，再慢慢增加幅度，停留的时间也可以从1秒增加到2秒。我建议每次做10到12下左右，算一下。做2到3组，如果你做完觉得腰侧有点紧绷感，那是正常的，代表你的核心正在被启动。记住，不要比谁轻得更大，重点是稳。你可以在家做，也可以在李明中心跟朋友一起做，每次只要3到5分钟，你就在重建你的旋转稳定性。第3个动作叫做单脚浅蹲，这是实战动作，是要训练你在真实生活中，当你一只脚踩空或者突然失去平衡的时候，身体能够自动稳住。在教你怎么做之前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阿姨70岁，住在嘉义，她来找我的时候说，每次在厨房洗手，单脚站着擦脚底，都会摇晃得很厉害。我教他这3个动作，2个礼拜之后，他可以在流理台旁边单脚站10秒钟，完全不用扶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这就是神经重新连结的力量。现在让我们开始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做，旁边一定要有椅背、墙壁
或者流理台可以扶，千万不要在空旷的地方做。首先，站在椅子或流理台旁边，一只手轻轻放在上面，不用抓紧，只要提醒自己有东西可以扶就好。选一只脚当支撑脚，另一只脚轻轻抬起来，脚尖离地就好，然后支撑脚慢慢弯曲，只要弯一点点，大概2到3公分就好。膝盖要对准脚尖的方向，不要往内倒，停住一下，然后用脚跟把身体推回来。站直，坐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摇晃，这是正常的，摇晃不是失败。摇晃是你的神经系统正在学习，正在成长。每一次摇晃，你的大脑、核心、腿部之间的讯号传递都在加速。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有效？因为这是大脑训练。当你单脚站立、微微下蹲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必须快速整合所有讯号，脚底的压力、膝盖的角度、髋部的稳定、核心的支撑。这种有意识的训练会变成无意识的反应。当你真的踩空的时候，身体就会自动接住你。很多人常犯的错误，第一，膝盖往内夹，这样会伤膝盖。第二，重心全部压在脚尖，应该要在脚掌中间。第三，髋部歪掉，没有对齐。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坐不稳，可以轻轻用手碰一下旁边的支撑物，给自己一个安全信号。进阶的做法，眼睛盯着前方一个固定的点，这样会比较稳。等你坐得很稳了，可以试着闭眼睛1到2秒，但一定要确定旁边有东西可以扶。记住，请把手放在流理台旁边，感觉脚跟，把身体推回来，摇晃不是失败，是你的神经系统在成长。我建议每次做5到8下，换脚做，做2组，不需要蹲很深。重点是过程要流畅，要稳。现在，让我帮你整理一下这3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唤醒大腿支柱，坐姿膝伸直，重新启动大脑到大腿的讯号传递。第二步，编织稳定，往坐姿对角转体，让核心跟腿部同步运作。第三步，训练时站反应，单脚浅蹲，把练习变成自动化的平衡反应。接下来，我来回答几个常见的问题。医生，我抬不高也蹲不深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幅度小一点，只要你有控制，动作稳定，一样有效。记住，我们要的不是大动作，而是好品质。我应该多久练一次？我建议1个礼拜练3到5次，每次8到12分钟，就好把它当成平衡的卫生习惯。就像每天刷牙一样，我单脚站的时候会抖，是不是做错了？不是，抖是正常的，代表你的神经通道正在变强，继续练，抖动会慢慢减少。训练计划的建议：礼拜1、3、5做动作1跟动作2，礼拜2、4、6做动作2跟动作3。礼拜天测试一下自己能不能在流理台旁边单脚站10秒钟。记住，轻松、安全、规律练习，重点是控制。
不是强度。你不需要每天练很久，但你需要持续练，这就是神经重新连结的秘密。如果你今天学到了这3个动作，我希望你能做一件事，请在留言区写下我重启了我的平衡。这不只是一句话，这是你对自己的承诺，也是对家人的承诺。当你公开写下来，你更有动力持续练习。如果你家里有长辈，或者你认识的邻居、朋友有需要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。也许只是这几分钟的练习，就能让他们在走上捷运、踏上公车的时候，多一份安心，少一份担心。我知道年纪大了，很多事情会变得不一样，但是平衡是可以练回来的，不是靠深蹲，不是靠硬撑，而是靠重新唤醒你的神经系统，让你的核心跟腿重新对话。每天只要几分钟，你就能找回那个稳稳走路、不怕跌倒的自己。最后，我要再次提醒你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。如果你在练习的时候觉得不舒服，请停下来，或者咨询你的医生。谢谢你今天花时间看完这支影片，我是你的健康伙伴。我们下次见。记得重启平衡，从今天开始。